来说，我们要来赞美我们神，赞美我们神。如果你旁边没人，请你去远一点的地方来找他。我们要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上帝能够将一切不可成为不可。那些眼睛未曾看过的事情，还有耳朵未曾听过的事。我们要在这里来高举双手来赞美你。是的，主，我们要献上我们自己成为活祭。我们要去到那些世人当中来见证你，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是我花季里充满莫大能力。
这里能够付上一切，来为了你的向着你的标杆直跑。求你来差遣我们每个人，让我们进入那个世界。你让我们看见有许多人心中有破口，有不满足，但是我们愿意付出，我们愿意付出我们一切所有。主告诉我，我们要如何付上我们的关怀。哈利路亚。主告诉我如何献上我的生命，带希望入人群中。主告诉我如何付出我的关怀，将温暖带入世界。
要邀请弟兄姐妹，我们要开口来祷告。我们就是那个神所说贵重的器皿，我要叫我们行出他预备我们、他创造我们要我们做的，为了要我们的生命如同黑暗中的光，而且是放在灯台上。主，但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当中却有那些的黑暗。我们这才发现，原来光不是从我们自己开始，而是因为主你的光光照我们，让我们反映出在人的面前。主啊，你就是那光，愿你的光来光照我们。弟兄姐妹，我邀请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求主的光先来光照我们，好叫我们不是自己燃烧自己，而是用主的火来燃烧我们的心，好叫我们不在服事当中，不在敬拜当中，不在信仰当中，因着我们自己燃烧自己而耗尽，而是因为主的火源源不绝的在我们当中，他的光源源不绝的照亮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世上发光，使教会能够成为世界的光。我们为我们自己开口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知道我们，你知道我们真是渴慕能够在这当中成为光，成为光。但主，很多时候我们是靠我们自己，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什么都不能，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进入在那黑暗中，进入在那耗尽当中。但是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再次求圣灵，你的光来光照我们，来光照我们，使我们的心再次来领受从你来的光，从你来的爱，要如火一样热切的要进入在我们的心中，要燃烧我们的心，要进入在我们当中。主啊，你看见我们，主你看见我们，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要为弟兄姐妹来祷告。主，你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的缺乏，你更是知道我们今天站在这里，我们在这里聚会，我们站在这里敬拜你，我们内心深处所渴望的是什么？主啊，主啊，你说站在这里的人，今天晚上就是要来领受。主，我们所做的，我们所需要的都在你的面前。主，你是我们一切的答案，你是我们生命那真正所追求的。主，因为你已经先献上你自己，如同我们看见今晚我们即将要领受的这个宴席，是主你用你的血为我们流，是主你用你的身体为我们破碎，所以我们可以领受。主，当我们领受之后，我们不仅是领受，而是要被主你来差遣，而是要被主你来使用。因为我们领受这光，我们便要发亮如光，来照亮这个世代的人。主，你在我们当中的应许，我们领受，所以我们要求主你来差遣我们，我们要求主你来使用我们，带领我们在今天的晚上，更多的来经历你，更多的来经历你。我们再一次要说差遣我，差遣我，求主来差遣我们。副歌，差遣我，差遣我，我愿付出我所有，差遣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我再一次进
充满我们，主你话语充满我们，主你的爱充满我们，主你的医治充满我们，恢复我们，让我们再次从你的面前，在你的面前重新得力，因为主你充满我们。主，谢谢你在今天的晚上要让我们来经历你，你是信实的主，你是又真又活的主，你是在我们生命中天天能让我们经历的主。我们为此献上感谢，我们为此献上赞美，我们拍手将一切荣耀掌声归给你。请坐，大家平安。在我们当中，今天有新来的朋友吗？谁？马上点头。好，我们要先在报告之前呢，先来看一个影片。这影片可能之前有人看过，我要先看那个5个什么的那个。OK， 好，我要这个关这个灯，这个。OK， 好。我们在接下来的12月呢，有5个礼拜，跟你旁边说5个礼拜。5个礼拜。不是每一年的12月都5个礼拜，我们这次刚好很幸运，刚好遇到5个礼拜。那5个礼拜呢，这5个礼拜要干嘛呢？跟你旁边说要传福音。要传福音。 5个礼拜呢，从第一个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就是念那个白色，这样全部都要念了。上面那个标题有5个礼拜，我们一起来读好了。好，12月2号礼拜6是什么？圣诞点灯嘉年华。跟你旁边说要来玩。要来玩。当天呢晚上呢，我们一样周6礼拜。可是呢，这次很幸运的，你很少看到周6礼拜的前面会有可以玩的，然后周6礼拜结束之后还可以继续玩哦。那12月2号就是这样的日子，所以12月2号晚上这个点灯的嘉年华，欢迎我们一起来聚会，一起来玩。好，12月9号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好不好？非我勇敢裘海正音乐见证会。那这个呢，我现在讲到这，12月9号非我勇敢裘海正音乐见证会。那个我们这边大概有1半以上的人知道裘海正是谁吗？知道。嗯。有3个女生，对不对？真是太棒了！哎，给蔡秋一个掌声好不好？跨世代嘞，你知道现在跨世代很不容易。对啊，你现在呢，老人家不知道怎么跨世代到年轻，然后年轻人呢有点不知道为什么就不想跨到那个世代，所以能够跨世代是现在你知道跨平台，是现在不管是经济、政治。各种情势，你只要拥有这种能力吼，你就是大小通吃，你就是畅行无阻，你就是很有前途。所以看着蔡秀仪跟他说：“你很有前途。”你很有前途。好，所以呢，这2个我介绍的活动呢，今天呢，我们也要来看1个影片、2个影片，我们一起来看。我们先看那个点灯。他们就是很用心就是每一个礼拜都预备预告片，就是要让我们能够知道，然后可以宣传，能够参与这样子。好，我们一起来看。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
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火。7点半，一起来点灯嘉年华，跟你旁边说点灯嘉年华。12月9号的我们要，这个我有点期待，因为这个好像现在那个是我们目前唯一没看过的嘛，所以我们要来看12月9号。这次呢，教会非常教会为了大家能够宣传非常用心，是每一个礼拜都做预告片，为了要让大家知道我们要怎么样来跟旁边的人分享。那这些影片呢？这些影片我们应该会分享在我们的 FB 上吧，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要跟你朋友介绍，你不知道怎么跟他讲的时候，你就可以按那个分享给朋友，去迦南教会的粉丝页，然后把它分享出去，然后让大家知道有这个消息，然后我们可以透过新媒体这个平台，让人可以来遇见福音。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影片。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的生命故事。其实不是我的生命故事有什么了不起，乃是真的神在5年前拣选了我，让我有机会能够为他而唱。所以现在只要有机会，我一定会到各地去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怎么样在我的生命当中做出了非常奇妙的大事。好，我们为我们刚刚所分享这12月宣教月，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好吗？热烈的，非常的用心。我看到大家已经开始在讨论影片，讨论他到底是谁。大家知道伊能静是谁吗？知道啊，知道的举手。哦，手放下，他是他的朋友。真的啊，他们什么？飞鹰三叔的伙伴吗？对，三叔是三叔吗？三叔，张哥说对，那就对了。好，飞鹰三叔。好，那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报告。刚刚也是报告，所以大家要参加。好，那下一个，我的那个没有在这边。好，我们下个礼拜是一个重要的时间，就是我们全教会的核心同工，就是你今天我们今天已经经历了一次嘛，那下一个礼拜呢是11月18礼拜六早上8点50 401，然后还有11月19号礼拜天的下午1点开，也在401，是我们2017跟2018的核心同工。所以如果你是青年牧区的核心同工，不管你是小组长、组长，或是同工，或者是
事工组的同工，就小组长都要来参与。那我们今天其实已经在那个4楼已经 run 了一天了，对，所以你旁边有那个核心同工，我跟他说辛苦你，辛苦你，上帝祝福要大大临到你。所以下礼拜我们礼拜6 8点50在401要记得哦。好，下一个。我们这个礼拜天就是就是明天跟下个礼拜天嘛，所以11月12号第2场礼拜颁发生日助学金。如果你不知道你有没有上榜，你就去看周报。那有一些人呢，你是代表，所以代表是一定要到现场。那如果你有领，但你当天不能来，请你一定要请假。谢谢。好，我们招募小帮手总务组持续哦，陈汉。还有招待小组玉萍。那最近我们也在讨论说，是不是我们接下来2018的时候，我们的小组都要起来，要动起来，要一起来成为招待，要一起来成为总务的同工。那我们还在讨论中，如果你有这样的意愿，就欢迎你一定要来报名，一定要来参加。好，接下来呢，等一下呢7点半就是聚会结束的时候，社青团契的烤肉趴在几楼？B1， 哇 ，B1 不会中毒，因为不是用那个炭烤的哦，就是就是今天的晚上7点半，那就在 B1，请大家要记得。好，社青团契的祷告就是明天他们很酷，他们今天晚上就是烤肉，然后明天晚上献祭这样子的，明天早上献祭这样，然后到社青团契守望祷告3楼祷告室8点15。看着你旁边社青说8点15，要早点睡。好，对。然后社青团契在他们明天呢烤完肉之后，然后献完祭之后，就要特别教召，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好，我可以多讲一点啦。我听到他们讲这个就还蛮感动，因为他们就是一个紧急的教召。那教召有些男生就知道，你有被教召过的举手，不用举手。好，没有他。就是这个11月12号呢1点，社青团契他们为了明年的社青小组，他们要来发想、发挥创意，一起连结。OK， 好，所以请大家社青，特别社青，明天下午可以一起来讨论。那学青团契在下个礼拜6的晚上8点也有一个仙草趴。有人知道仙草趴是要做什么的吗？吃仙草，吃仙草，吃哪一种仙草？还是冷仙草？那个会长，我们要吃哪种仙草？看上面，看天气。哦，不是说看天气。好，晚上8点。那这个要事先向小组长登记，所以今天呢就一定要向你的小组长登记。学青团契有这个仙草趴，也是下礼拜在 B1， 所以今天晚上是社青烤肉，明天晚上是不是明晚下礼拜晚上是仙草趴，然后刚讲那个青年牧区现做活祭，应该念台语啦。那个11月19我们在台语场的时候，所以11月11就是今天小组前要来练习。社青团契医疗咨询服饰，11月26号9点51楼集合，请互相提醒哦。哇，这个今天的报告真的有点超多的。好，2018 Commit 就是奇幻宣教之旅哦，我应该多说一点，这是一个，它的那个海报出来，海报没有放进去。好，这是一个读经的营会，跟你旁边说读经的营会。2018 2月5号到2月8号，礼拜4在长荣大学，欢迎你高中以上，你只要满18岁以上到社青都可以报名。那12月11之前呢，缴费报名呢就有早鸟优惠，那就是早鸟优惠是1800。那有些人就会问说，这读经是什么啊？这读经其实就是在今年呢，很奇妙的那个，我们要在这个营会当中来读《使徒行传》，那不是只有读《使徒行传》哦，读完之后呢，就在这个当中，他营会的历程里面，透过几个牧者，可能你们有听过的牧者，
有听过黄连熙牧师吗？哦，没有听过加密山。然后有听过葛兆新牧师吗？好，有听过。好，那我接下来讲的名字可能就不认识，就是有听过台湾神学院的院长吗？有问号这样。就是这次的这个营会呢，是台神的老师，还有一些在教会当中他们在做宣教事工的这些牧者，他们举办的一个读经营。那不只是读经，读经之后更要去行，因为我们的信仰是活的，是可以实行的。所以呢，如果这个时间你可以的人，18岁以上就请你来报名，学社新都可以来报名。好，那属灵家长装备课程，11月底之前你还没有补课的人，请你赶快补课哦。11月底之前要补课完成。哇，这个真的超多！下个礼拜11月24号，跟你旁边说11月24号11月24号晚上7点。晚上7点，在台北基督之家，就是有领袖高峰会的青年之夜。我们每一年，我们这近几年我们都有去。那欢迎青年，因为青年是免费的，如果是成人的话很贵。那青年它是免费的，让我们可以一起去经历，看看现在这个世代，不管是在各领域里面的青年领袖，他们怎么样去经历，怎么样去在这个世代里面活出做光做盐。好，那这个今天呢，也要向那个我们的小组长来报名。那如果你有兴趣，然后你不知道那个内容是什么，你也可以来问我们的语文干事，或是问我。好，那这我刚刚已经报告过了。那我们在下午6点的时候有青年的亲友餐会，但是这个亲友餐会呢是需要登记的，所以如果你要带你的爸妈，如果你要带你的朋友，请你要登记，因为我们要预备这些餐点。那7点之后，我们就会到2楼的地方一起来听这个音乐见证会。那11月25号前，请向语文干事来登记。好，最后一个这个已经刚刚讲过了。OK， 好，那我们就来预备我们的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如果不明白奉献的意义，就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学校当中也能够行出来。主耶稣啊，求你保守我们在12月这个宣教月的时候，求你点燃我们火热的心，让我们能够将你的爱散布出去。主啊，也许我们不知道要用什么样的方式，但是神啊，当我们在你的面前寻求你的时候，就求你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跟明灯。
现在我们献上我们的时间、才能、金钱，为主圣工所用，求你悦纳。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崇拜部长要做一个讲台了，讲台太小了。今天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在提摩太前书4章，我们要从第6节来看到第12节，我们一起来大声来读，一起来。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只要细学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的。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为我们是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愿主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要如何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去影响更多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开我们的心窍，能够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当我们能够照这样遵行，主看见你的荣耀，看见你的福分，看见你的同在，也带来许许多多的恩膏跟赐福下来。使用我们也能够影响更多的人来到你的面前。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大家平安。最近在开会在这个礼拜三去新竹开完会有听我们的议长他在分享，进入到大陆有一些的服事，在服事的过程当中他听到一个消息。就是最近习大大知道谁吧？习近平他就下了一个命令就是说这些家庭教会或是三自教会，18岁以下的不准进入到教会。哇！当然还是有一些教会的年轻人他们不怕这样的命令，还是进入到教会。因为一旦下这个命令，如果被查到就会有一些的法则所以我们要感谢主我们现在可以很自由的来到主的面前，来教会聚会，是多么有福气跟你旁边说你是很有福气的，你是很有福气的但是相对就是如果很自由的话，那可能在信仰上就可能会比较松懈下来，反而怎样你进得越远越多反而那个信心更火热，你知道吗？更多的逼迫，就好像初代教会有很多的逼迫，但是大家都怎样？心里火热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在这个世代我们还能够来到教会这不容易因为这个社会太安逸太自由了，反而让我们对信仰更松懈好，在11月开始，牧师有安排一个信息的主题，叫做现作活祭那在上周，世界传道有提到在
主他先自己为我们来献上，当作活祭当作什么挽回祭是怎样挽回神的心意？本来是生气的，要刑罚我们世上每一位有罪的人，但是呢，因为怎样？因为上帝的恩典慈爱，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来。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好，我们看到耶稣就成为什么？上帝的羔羊，为了除掉我们世人的罪，挽回神的心意不叫恩典慈爱断绝。所以在旧约，我们看到有许多这些的献祭的事情那就是要让我们跟这位所敬拜的上帝能够连结有关系。而耶稣他就是成为我们跟上帝之间的一个管道，恢复了我们可以从上帝领受这样的恩典。在今天下午我们有为了慧心执事的爸爸举行这个告别礼拜，早上有入殓火化，那下午2点半在2楼有告别礼拜。那很重要就是这个信仰关乎今生跟永生，所以透过耶稣基督他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为我们开启了一条道路。等一下我们要守圣餐我们当中还没有受洗的举手一下好吗？还没有受洗的，好，请放下我们教会满16岁以上，你清楚明白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是复活的主。第二个，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你真正的相信他是复活的主，他能够打开一条永生的道路，这样你就可以怎样？你就可以受洗。但是受洗只是一个开始，受洗是让我们更能够进入到上帝给我们恩典的一个起点而已所以我们要不断的透过圣经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代，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课业，在我们的甚至以后的婚姻生活，可以帮助我们去经历而面对困难的时候，你如何去胜过它？经历死亡像我们的亲人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叫我们有盼望？好，所以我们看耶稣帮助我们能够打开这样的一个通路，那帮助我们能够献上当作活祭。一旦你信了耶稣，在你的生命当中，可不可以成为一个祝福，成为人的榜样？刚才那些诗歌我们唱说差遣我到哪里去？到人群的当中，到人群的当中要做什么？你有什么影响力？是好的还是坏的？你的同学看到你是觉得怎样？你是很棒的，很好的，有好的影响力，还是你跟他们是如果不好的是同流合污？所以当我们到人群当中，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这是不断要提醒我们自己。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一段的书信是使徒保罗，他原本是不认识耶稣，他是专门迫害基督徒，但是到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他要去抓这些信徒的时候，突然耶稣的光照他，然后他眼睛怎样？暂时瞎眼。但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带领，他内在认识到这位耶稣是他在逼迫的。但是他遇见耶稣之后，他生命完全改变，所以他从此他的生命就被主所使用。到了外邦，他不怕人丢石头，不怕下到监里面，不怕在船难当中他依然能够继续勇敢地向人传扬福音。
今天这段的经文是保罗写信给他的属灵儿子提摩太，帮助提摩太在教会当领袖、当牧者。我想这段的书信不只是勉励我们这些年轻的领袖牧者，甚至要勉励我们所有在座的年轻人。跟你的旁边讲，书信是在勉励你哦。书信是在勉励你。好，保罗写这封书信是他知道他快挂了，你知道吗？他在世上的日子不多了，所以他写这封信，在提醒、教导提摩太。预言就是未来在教会当中会有一些的异端传达他们所谓的福音。那他预言在教会会有一些人就是离开教会背道，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说：“你要小心啊，好好的教导，好好的帮助信徒，你要成为一个忠心的这样的一个牧者。那教会未来会有这样的一个危机，有一些的魔鬼的鬼魔之道会传到在他们的当中。”所以教会要被兴起来，然后教导这些年轻人在各方面能够成为别人的一个榜样跟祝福。等一下我们会谈到在5方面，所以教会领袖要作为这一些的信徒的榜样。我们当中有长老，长老是不是我们的榜样？是。长老是不是？都我们刚刚讲其实我们要不断的帮助我们自己，要成为这些信徒的榜样。在哪几方面？等一下我们会来谈哦。所以保罗就提醒提摩太你在牧养的过程当中，你要面对这些教会的一个危机哦，有一些鬼魔的道理，就好像我们现在碰到一些的。听起来好像是有道理，但其实是歪理，是异端。还有就是让人离开耶稣基督，离开上帝的法则。所以保罗就提醒他，好好的教导，不要让这些外界的这一些的鬼魔的道理影响到你们的信仰，然后离开上帝的真道。所以在这边保持这样的一个纯正的信仰之外，也要能够在敬虔的奥秘上面能够有好好的学习跟持守。所以今天我们透过第一个，在敬虔上能够操练自己。为什么要敬虔？我们很认真在打什么？打3C 的产品，对不对？有时候打到忘记睡觉。所以都早1点睡，早2点睡，对不对？1点或2点嘛，早1点嘛，对，晚的话就可能2、3点这样哦。好，所以我们可能在那种操练当中，我们用了很多，但其实在属灵的方面，我们却很少。可能1个礼拜来的教会1次但是又很不专心6点来的时候3、2、2那我们应该好好的。你知道在国外那个聚会时间到了，如果在韩国时间到门就关了。为什么？因为人都进去了那上一场聚会还没有完，下一场就在外面排队。我就亲眼看到那个世界最大的这个纯福音教会你知道吗？一开门他们是用冲的，怎样冲到前面要坐在前面这样。那种渴慕、那种敬虔，实在是值得我们来学习好，第二个，我们看教会领袖应该如何做信徒的榜样。好，第二个，我们在敬虔上操练自己。什么叫敬虔？其实就是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敬虔是有关我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好，所以敬虔的意义其实敬虔你要认识这位上帝，你才能够知道怎么样去敬拜他，去服侍他。所以敬虔是一个很大的什么？很大的奥秘。
这个敬虔的奥秘是指上帝在这样的属灵的信仰当中如何来安排。这一切的安排是以耶稣基督为福音的中心啊，所以这一个旨意就被称为奥秘。所以你想不透了，因人不能够完全了解。就好像接下来他提到，透过这样的一个神在肉身当中来显现，就是提到什么？这样的一个敬虔的奥秘，就是提到什么？提到耶稣基督他降世成为人。下个月我们就要进入到什么？进入到圣诞节。所以我们在圣诞节庆的过程当中，我们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为主，透过不一样的方式，用各样的智慧，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然后让他们认识到2000多年前耶稣降世成为人，有血有肉，然后在伯利恒，在加利利海，在拿撒勒，在伯大尼，在各处地方，他传扬天国的福音。所以他一出来传福音的时候说，天国怎样近了？怎么近？到哪里？到底天国在哪里？不是我死后才去的地方吗？不是哦，天国就在我们心里面，天国就在我们当中哦。好，所以天国近了，所以呢，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哦，所以就是要回转，从你自己的方向道路来回转到神的道路。好，所以这个就是在提到这个敬虔的奥秘显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是降世成为人。这个是奥秘，我们很难去了解。没有经过男女的关系、性的关系，既然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怀孕生子，这个就是奥秘，这是圣灵的感孕，然后人无法了解。好，所以我们从这一个认识的关系，我们要好好的渴慕，然后祷告寻求，我们才能明白原来耶稣基督那么奇妙。所以他上十字架，然后呢，他钉死在十字架，复活3天复活，然后呢，在他的门徒当中向他们显现，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奥秘。没有一个人可以复活，只有耶稣，所以他成为复活的出手果子。所以我们透过这样，我们再次认识到这位上帝、这位主是怎样的，是参与在我们生命当中创造，让我们有血有肉，让我们的思想可以自由的运行，让我们有一口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气息，这个都是从主而来。好，第三个，我们谈到敬畏是什么？敬畏是内在的存心，所以对神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从你心里发出。但是敬虔呢？敬虔就是让你彰显在外在的，可以在生活上，在态度上什么叫敬虔？就是你对圣经你可能很渴慕，你来参加这样的聚会，你带着渴慕，然后呢，你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不会随随便便，你会真的每一次的服侍，每一次的敬拜，每一次的招待，每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是收奉献，你都带着什么？带着那个很前进很虔诚的这样的一个心态，不是今天就轮到我吗？排到我好了，不得已我就来了，不是这样哦。好，所以我们看到第三个是透过敬畏内在的，然后把敬虔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表现在外在。好，所以第四个敬虔是什么样？要活出来的，不要说我是很敬虔的，但是我看不到我看不到你的敬虔你说你很敬虔，但是我看到你就是对信仰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热忱。所以敬虔不是什么装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而是要怎样活出来的。就好像这一些的服侍者，
在礼拜之前他们就来了，啊，有时候白天就要来，开始在这边练习如何敬拜，如何配搭，这是要付上代价的。好，第二个，为什么要操练敬虔哦？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好像一台戏，要给世人和天使来观看哦。其实，在哥林多前书第4章第9节哦，在这边有提到这样。其实，在当时罗马城哦，我们去以色列就是有那个地方有仿罗马的一些的可能竞技场，或者是如果你去罗马的时候，会有这样的竞技场哦，供这些王公贵族他们一般的市民来观看。那节目开始，我们如果看电视就会有一些的勇士出来，然后怎样对抗这样的一个打斗哦。那到最后呢要将那些判死刑的囚犯然后把他们放出来到竞技场，能够让他们面对这些凶残的这样的一个野兽，跟他们搏斗，直到怎样被咬死死了为止以娱乐怎样娱乐观众那保罗他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比喻使徒他们扮演的角色就好像是压轴戏，最后才被领到这个竞技场上，为了福音的缘故，他们甚至牺牲了他们自己的生命所以给世人或是天使观看这场戏可分为2种，一种是用肉眼来观看的世人，另外呢是用灵眼属灵的眼睛来观看的天使。那前者是看我们外在的表演，或者是这样的一个付出，但是天使看我们的是怎样？是看我们的内心。所以一旦你来教会，你的敬拜的态度，你服侍的态度是怎样可能我们看外在看不出来，但是神是怎样鉴察我们内心的好，第二个，我们看操练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好，这边我们看到一个操练，就是保罗用运动来表达，就是说你要运动，有没有喜欢运动的？有没有去健身房？你们都不运动牧师至少也3不5时去游个泳这样但是有一些人喜爱运动，那年轻人他操练自己，操练到最后有没有听过桂冠他们要操练自己身体，然后参加这些的比赛竞技，最终得到那个冠冕这样的一个桂冠但是保罗在这边提醒我们，在属灵上面要有这样的一个操练不只是在身体操练我们可以有健康，但是特别是在我们灵里面的操练，为什么可以影响到我们身体所以很多的病是从由心而发出来忧郁从里面开始担心害怕，然后呢影响到外在的身体的状况，身体的健康。所以我们有灵魂怎样，有身体。那我们不是只有在身体上的操练我们还要在灵里面的有这样的一个操练，可以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仰，才能够帮助我们在压力来临的时候，你才能够去面对它，胜过它。所以我们看这个世代被称为什么族有没有听过草莓族？这个草莓族好像已经过气了，对不对？现在被称为什么族？靠爸族。靠妈族、靠爸族妈宝意思就是碰到困难的时候，妈妈你没有办法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名词就在描写我们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些压力，可以独当一面所以灵性上的操练就可以帮助我们面对这世代的压力我们能够去面对，能够胜过。
第三个，我们来看哦，操练敬虔不只是得着永生，也可以经历永生。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保罗他提醒我们啊，这样的一个应许是生命的应许。我告诉你们哦，死人不是老人的专利，阿们吗？哎，都没有回答。你以为你年轻就不用死吗？还是要？所以我说棺材是装什么？死人不是装老人，知道吗？所以我们要很提醒我们自己哦，在这样的生命当中，所以为什么刚才一开始谁受洗了没有？如果你明白了，把握住这样的一个机会哦，然后让耶稣的救恩进到你的生命当中，我们就随时预备好，我们不怕那死亡来临，我们如何去面对？还有过去的会友他突然猝死去吃个尾牙，喝酒，喝到怎样醉了，结果就睡在车上，寒冷嘛，然后呢呕吐，结果怎样？噎死。哇，那个母亲把牧师，可不可以为我的孩子洗礼？我说他死了，怎么为他洗礼？没有什么意义然后那个工厂哇，那个主人老板很胖，死在他的场所，所以就要求怎样？看牧师能不能去把这一个弟兄的魂把他引出来哎呀，牧师还要穿这一身衣服，你知道吗？去然后做个礼拜因为他们没有信主就很惧怕我们就做个礼拜主啊，你就怜悯吧因为灵魂的掌管是在你的手中嘛，所以我们还是在那边做一个礼拜，让这个老板能够安心但是我刚才提到就是说，这个老妈妈因为这个去世的大概跟我同年，我就跟他讲说，其实为他受洗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为什么？他没有自由的意志，可以 yes 或 no， 可以讲好不好，有没有。所以我常常抓住机会提醒我们弟兄姐妹因为我碰过太多了。还有在家务病房牧师，你为我的爸爸受洗好不好然后我就问他又插管，不能够回答。但是他有意识，我就问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上帝成为你的天父，圣灵做你的保惠师，好，你眼睛就眨几下最终他就有明白我在问了，所以用眼睛眨就为他受洗。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到这样的时候，我们平常就预备好，然后有带着敬虔的心，然后呢让神的国就在我们当中降临充满。我真的是语重心长，因为牧师碰过太多这样的情况要到非不得已的这样的情况，才会说好牧师你在为我受洗吧。很自由的、很健康的时候都不会想你为什么不要趁人年轻、健康，或是有活力、有身体健康自主性的时候来接受耶稣呢？接受耶稣之后，让你的生命更丰富，让你在各样的一个问题试探或者是试炼当中，你可以靠着主加给你的力量能够胜过。所以操练敬虔不只是得着永生，也可以经历永生。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所以这些都要加给你们，这些包括物质的，还有心灵的。好，如何操练第一个，我们要肯付代价嘛。来做礼拜要不要付代价？服事要不要付代价？要付代价的要持久，要不断的有这样的一个努力。你读圣经要不要付代价？要付代价，要付出时间，你愿不愿意？
我常常引用这样的一个美国总统，为什么就职要宣誓的时候要按着圣经，一国之尊，世界强国？为什么这位总统就任宣誓的时候，他们手按的圣经来宣誓？表示这样信仰会影响到一个国家，影响到一个国家的进步。所以我们现在垂手可得啊，随时可以得着这样的圣经。你知道，在中国，在一些的国家，他们禁止有圣经的时候，他们把圣经视为宝物，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圣经有真理，圣经里面有神一切的赐福。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保守我们自己的心，然后怎么样除去一切可以拦阻我们亲近神的，拦阻我们跟神之间有这样的一个沟通领受这样的恩典的这样的一个拦阻，我们要把它除掉。好，第二个，我们看到操练敬虔，就是你对上帝的这样的一个认识，这样的关系的建立哦。你好好从圣经读，刚才传道报告这个 commit 读经营牧师有去开会哦，这就是要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使徒行传要活出来。还有呢请新生命这些的同工来分享，透过这样如何在新媒体的宣教，透过福气教会他们在校园怎样的宣教，透过渴慕圣灵，能够在圣灵的这样的运行当中，靠着圣灵给我们的能力，我们才能够怎样随时的能够传福音。所以不是只有读圣经，还要活出来。好，所以在保罗就提醒提摩太，在5个方面要成为信徒的榜样。第一个，在言语上，我们一起来说言语上。好，言语你知道吗？言语说出来，其实在你的心里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言为心声，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怎样说出来。好，所以基督徒要说什么？实话。圣经告诉我们说，凡事要说什么？造就人的话。污秽的言语怎样一句都不要从我们的口来出来。所以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一生气，一不小心发怒，就从我们口中就发出什么 S 开头。知道我们是在讲什么吗？我讲不出来，因为我没有那个习惯，你知道吗？但是有人习惯，我过去有一个会友，他一开口就是30斤，有吗？就向别人的妈妈请安，你知道吗？哇！他信主了之后，有时候突然在我面前一句不是，抱歉忘了，你知道吗？那种很草根性的，他信主之后，他一下子改不过来，但是我看到他现在改了很多。一个大概60几岁的弟兄性情中刚开始信主之后，真的很不习惯。你听他讲的话，真的不是很不习惯很多的言语都是很粗俗的甚至带着一些的这样的一个不好听的30斤出来但是因为慢慢的有这样的一个操练，他慢慢的改，拍谁牧师然后就感谢主赞美主，然后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改变。所以心所想的就会从我们口中表达出来。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在言语上就要帮助这些年轻人，要成为他们的榜样。所以我们不要开口闭口就一些的世俗粗俗的，或者是不好听的。好，第二个我们在行为上面一起说行为上。好，在行为上，行事为人是与基督的福音要配合要相称与你的身份要相称所以有时候年轻人在外表上我们比较不会去注重那不拘小节，容易让别人怎样看不顺眼，你知道吗？你会让笑脸的那样对不对？穿搭啦或者是什么那这个就是这个世代
我常常问呢，奇怪，你为什么要穿破的裤子呢？我想不透呢。流行嘛，这个流行嘛，干嘛要流行这个啊？如果以前照我们这个年代哈，我不是我指我，照我们这年代，那破了，哎呀，那个是怎么样？贴甲，那个是很羞耻的事，赶快回去啊！你看啊，要穿个一个补丁的啊，就还觉得很不好意思哦。但现在啊，爸爸你不懂啊，你不知道现在流行的是这样哦，破的啊更有艺术，你知道吗？哦，我们真的有时候不明白哦。但是有时候我们看到在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上面哦。做主的工人应该小心谨慎，特别是在教会我们当领袖的哦。所以保罗就提醒提摩太哦，在那个世代还是有那个世代的一些的 style 哦，一些的形态哦。我们每一个世代都有出现这样奇奇怪怪的哦。但是我们回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哦，我们要好好的注重我们的外在，免得我们被使人跌倒。第三个呢，在什么？在什么？的言语行为过来呢，爱心在爱心上成为榜样哦。好，这边我们看到一个人如果在爱心能够成为榜样，其实信心里面我们的信仰里面提到哦，有信有望，然后呢有爱，其中最大是什么？是爱哦。所以我们看到主他先用他的爱来表达出来，甚至爱到什么？愿意为人来牺牲。主耶稣也问彼得说：“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可能比他的专业、他的捕鱼、他的职业还更深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今天下午碰到年轻人，我不要讲名场哦，我说好久没有看到你了。我说我最近考试考试，我说考试更要来亲近上帝啊，阿们吗？你好像都不同意啊。你可以在家里我多看一点书吗？我告诉你，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智慧的开端既然知道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开端，那为什么不亲近神，让你更多从属灵来的智慧，开通你的智慧？所以我只是跟我们的年轻人提醒，你跟神连结，他给你有智慧聪明，你看书就能够融会贯通，举一反三，心意更新而变化，不是吗？你不要过度的靠你自己的想法，或是碰到每一次问题困难，我就祷告神给我，半夜神就赖给我，都快了，你知道叮咚就下来了，半夜赶快拿起 iPhone 手机，等，你看多快哦！所以很奇妙，真的，牧师或者是这些长老，他们都有不同样的领受哦。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爱里面我们看主耶稣跟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爱被问到心慌了，你知道吗？最终主啊，你知道我爱好，你牧养我的喂养我的小羊。好，所以我们能够像彼得那样讲：“主啊，你知道我是爱你的。”这个就是跟敬虔有关的。你到底爱主多少？所以我们常常写句：不是我们先爱，是主先爱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够彼此怎样相爱。对，常常在结婚的喜帖上面，我们爱，因为神先怎样爱我们。哇，你就体会到爱从神来，然后我才能够去彼此爱其他的人。好，所以在爱心上，保罗说你要成为这些的信徒的榜样。最后第二个，我们看到在信心上，一起来说信心上。好，对主的信心很重要，信心是成就永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关键管道。好，信心是属灵生命的一个开始，所以等一下你领受这个圣餐的时候，你是要用信心。主，这个杯是你用你的血所立的新约。主，这个饼是代表你的身体为我们舍的。
所以当我们用信心来接受你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什么？蒙福的人，被赦免的人。好，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人非有信，一起来念来，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信心多么重要！如果没有信心，就不得神的喜悦。好，你做更多都没有用，好，因为你没有信心。好，所以最后一个在清洁上，一起来，在清洁上都成为信徒的榜样。你知道吗？清洁在这边在讲就是分别为圣，可能在情感上在分别为圣哦。那在大卫的诗篇里面有提到这一篇，我们一起来读来。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手洁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这样的人能够什么啊？登耶和华的山，就是与神来同在。所以在这边他勉励提摩太，可能在这样的一个情感上，或者是在教会管理、在钱财上，都要怎样？很小心，要分别为圣哦。那要很清洁啊。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在整个年轻人的生命当中哦，可以把它背起来，在5方面：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所以这节圣经，牧师从年轻的时候就背了啊，不要叫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做信徒的榜样。好，这不断从年轻的时候，牧师就用这样的一个话语在提醒自己。今天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回应，如何回应？愿意在什么敬虔上，就是跟神建立关系，跟主建立关系，你肯不肯花时间？每天我们用在家会主，我不知道我们多少人可以有参加这个在家会主啊？不要问算了啊！不问牧师提醒，因为牧师他每天我都要预备这一些的经文，然后自己在那边默想，不容易，我知道不容易哦。但你知道吗？你要得智慧，从上帝的话语；你要得方法，从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是脚前的什么？灯就是照亮你前面所走的，是路上的什么？脚前灯，路上光。特别你行在这黑暗的时代，更需要上帝的话来帮助我们。有一个诱惑来临的时候，上帝的话可不可以帮助你能够胜过这些的试探？所以主导文告诉我们说什么？叫我们不遇见试探，救我们怎样脱离凶恶。所以神的话时时在提醒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愿意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就是好好的读神的话，祷告，然后活出来，不是装出来，是活出来。第二个，愿意成为什么？信徒的榜样，在5方面：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这5方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装备我们自己。我们恳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用这首诗歌《宝贵十架》，耶稣他用自己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能够作为信徒的榜样。他先做了，他为爱付出，他钉死在十字架，他帮助我们看见那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者的，他就为他们来祝福。今天耶稣把这样榜样能够摆在我们面前，感谢主哦，牧师可以成为一个牧师，都是神的恩典。无论是白天半夜，
特别碰到这些的失丧死亡的时候，我只求神给我这样的爱，这样的能力，去体会说他们失丧亲人那种痛苦忧伤。因为牧师也经过，那你知道这样的一个服事要持续容不容易？不容易，特别是你可能自己在身体疲倦的时候，什么样的动力才可以让你有这样的一个动力？明明牧师身体不舒服了，但还是要怎样有精神？为着什么？因为神的爱，就让我更有体力，更有精神，来祝福这些可能在患难失丧当中。所以今天保罗也提醒提摩太，让培养他成为教会的牧者领袖。他后来成为以弗所教会的主任牧师，来牧养更多这些的年轻人，这些的信徒。今天神也呼召你成为一个领袖，不管你是未来的小组长、副组长、属灵家长，或者是同工，神都要在每一个位分能够兴起你来，包括一起来操练哦。我们透过宝贵十架给我们有这样的能力，我们一起来领受这首诗歌。一起来，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生。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十架上一直恩典永留，使我完全的自由。宝贵十架的恩是我生命，主耶稣，我匍匐敬拜你。宝贵十架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宝贵十架的恩是我生命，主耶稣，我匍匐敬拜你。宝贵十架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奉主耶稣的名，欢迎！如果你有承恩喜、坚信你信仰告白过，你可以一起来领受主的圣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听主向凡归向他的人所说的恩典之话。主耶稣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主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你们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请我们追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夜，
拿起饼来祝谢，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了要纪念我。吃完之后也端起杯来说，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是为了要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他的复活，直到他再来。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有拿起饼来祷告祝谢。我们一起来学习耶稣的样式，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耶稣，你爱我们爱到这样，愿意为我们的罪自己献上，成为活祭，成为挽回祭，让我们恢复天父儿女的身份。谢谢耶稣，你被卖的那一夜，你用爱来祷告，愿意为我们付上代价。主圣灵分别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献身当作活祭，是神你所喜悦的祭。愿你自己来悦纳。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你每逢吃的时候，用感恩的心来纪念耶稣。”我们前来，这杯是主用他的血所立的新约，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是为了纪念他。我们请长老来服侍。当你接到饼跟杯的时候，你就用感恩心，你拿到饼跟杯，这个饼代表耶稣在十字架为你牺牲献上，这个杯表达出耶稣愿意为你流出的宝血洁净你的生命。宝血带有医治，带有清净，所以你拿到的时候你要祷告，主啊，帮助我成为守节清心的人。如有得罪神的，可能你在言语上得罪神，主啊，求你的宝血来赦免我，洁净我的心思意念。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主耶稣说：“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要表达耶稣他的爱，他为我们付上的代价。”
身体为你我而死的。这杯是新约，是用基督耶稣的血所设立的。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我们用感恩的心一起来领受，一起来享用。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耶稣基督的死，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是要用信心来领受。愿主的恩典、慈爱跟能力充满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学习敬虔操练，让我们能够愿意摆上自己成为活祭。我们再次来祷告，感谢，谢谢耶稣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为我们付上代价。你先做给我们看，成为我们的榜样，帮助我们也成为这个世代年轻人的榜样，帮助我们成为我们同事同学的榜样，帮助我们成为在家里面还没有信主的亲人的榜样。谢谢耶稣，让我们在这个世代成为你的光，成为你的盐。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最后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是加上一直恩典永留，使我完全的自由。宝贵是加的恩，使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是加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宝贵是加你的恩，使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是加你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你的爱，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一起来祷告，领受上帝的赐福。谢谢耶稣，以宝贵十架成为我们永生盼望的记号。我们用信心来接受你，成为生命的主。愿你来感动我们，主圣灵感动我们内心，因为如果没有你的圣灵感动，没有人可以称耶稣是主。求你的灵充满鼓励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还没有受洗的，愿你向他们彰显你的慈爱，彰显你的荣耀，让他们感受到他们在你的眼中是一个宝贝，是你愿意为他们用重价来买赎回来。愿主耶稣基督得胜仇敌的
的权柄赐给你们。愿天父上帝以他永远的慈爱保护看顾充满你们。愿主圣灵你的感动不断的充满，让我们的心归属于你，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坐下之前跟你旁边祝说，你是天父上帝的宝贝。我们默祷。